皆さん、ジュエルスターグランプリへようこそ。素敵素敵。優勝してジュエルスターになったら3つの願いが叶えられるの。みんなパートナーと一緒に頑張るにゃん。魔法がいっぱい、ライバルがいっぱい、輝く心が魔法になるわ。女の子は誰でも素敵な魔法使い。テンコロテンコロジュエルフラッシュ。ハッピーティング。Happy Happy 跳到天空裏 Happy Happy 一起到夢兒，千尋未來飛越堡壘 Ready go Ready go Ready go Happy 天空。世界上每個女生也似鑽石漂亮，瑰寶似沒相近，叫人振奮。偶爾自信快要失去，帶對鏡練習吧。有魔法程式吧，勇氣再起跑，玩變魔法又變身了，用上魔法沒有阻攔，能愛我心幻化，勇氣將你未來甜夢變真。Lucky Lucky 躍進天空裏 Lucky Lucky 飛奔到夢兒，出奇事情一動我吧 Ready go Ready go Just for you。 Happy Happy 跳到天空裏 Happy Happy 一起到夢兒，千尋未來飛越堡壘 Ready go Ready go Ready go Happy 天空。寶石之星大賽今日開始進行第二輪嘅比賽啦！阿明、沙樂、希昂，我哋都喺寶石之星大賽第一輪贏咗啦！只不過係贏咗第一輪嘅初賽啫喎。但係已經係成為寶石之星前進嘅一步啦！雖然我哋贏得好險啊，哦，尼古拉呢？佢同吉塔那留喺休息室度啊！佢同我講話，暫時想俾自己一個人靜下喎。唔使擔心啦，冇事嘅，因為同另外比賽之後嘅尼古拉已經展示出自己最有光芒嘅一面啦。係啊，尼古拉同另外兩個都好有型啊，有型啊呀！冇錯係啊，乜你哋仲咁得閒喺度傾偈嘅？係瑪麗安娜小姐同埋沙特同安迪啊！唔好直接叫我個名啊！阿明，對於跟住落嚟下一場嘅對手庚河，關於佢嘅嘢，你哋又知道幾多啊？唔知啊，我哋唔知佢係咩人啊！聽住咯喎，佢係優秀學員最強嘅男學生，同佢嘅寶石寵物尤克。佢巨大身體發放出嚟嘅魔法力量，就算係可怕嘅黑龍都會俾佢捉到啊！你話黑龍？佢咁犀利㗎？仲有一個傳說話佢曾經將跌落去學園裏邊嘅隕石一手就打碎晒啦！魔法火箭，佢真係咁犀利㗎？不過點解會有隕石跌落嚟嘅名？總而言之，你唔好以為贏咗第一輪比賽就可以咁得戚啊！夢之連身裙，心情激動，咬！第二輪初賽而家開始。古力拉，古力拉，Andi bisa dans les gawitos。我需要個魔法陣啊！唔好輸啊，沙樂，加油啊！手臂都要加油！將以前所學過嘅嘢用晒出嚟啦，沙樂。我會㗎啦。Tango Tango Magical Charm！哇，呢個魔法好犀利啊！6種魔法陣同一時間使晒出嚟啊！點會咁㗎？呢啲都係好簡單嘅啫。勝出嘅係沙羅沙飛組合。古力拉，古力拉，on the move！勝出嘅係利昂迪安組合。咁辛苦至贏到吉塔那佢哋，我哋又點會咁容易輸俾其他人啊？講得啱啊，迪安。魔法曲棍球勝出嘅係米利亞加拿德組合。瑪麗安娜海亞組合勝出。阿明，而家輪到我哋出場啦。好啊，我哋出去啦，麗娜。
俾心機啊！閃亮嘅勇氣係路邊嘅標誌。Twinkle twinkle magical town， Twinkle twinkle jewel land。好啦，佢哋係今次比賽力量最強大嘅組合，金河同遊客。Gurira Jewel Flash。點會咁㗎？我有咩可能會贏到呢個人喎？卡特莉娜，金河一定可以幫你報上一次阿明打敗你嘅一戰之仇。冇錯係啊，大家姐。如果講到力量，金河係絕對唔會輸嘅。跟住係。用魔法將線穿入針窿嘅比賽，勝出嘅係阿明路比嘅組合。贏咗啊！金河佢哋做唔到咁精細嘅嘢，原來呢個係佢嘅弱點。大家姐，我哋真係唔抵啊！好嘢，好嘢，贏咗啦！阿明，我哋可以入到去最後8強啦。做咩啊？吓，嗰個係人人話佢係比賽大熱門嘅希路迪。比賽一開始，佢哋即刻輸咗俾對方啦。希路迪唔係嘛？只不過係好短時間咋，我都未曾食完個漢堡包就玩完啦，喵！乜嗰個人真係咁犀利咩？佢啲魔法好犀利。佢個名叫做拉雅。既然佢係個擁有咁犀利魔法嘅學生，佢個名將來傳遍成個寶石樂園都唔奇喎。寶石之星大賽2輪初賽都已經結束咗啦，最後8強都已經產生晒啦，能夠進入8強嘅組合就係沙根查洛特、安傑莉娜雅美莉、利昂迪安、沙羅沙菲，仲有係拉雅之路、馬麗安娜海雅、米利亞加蘭德，最後就係阿明路比啦。阿明、沙羅、米莉亞、利昂，佢哋幾個真係好努力喎。不過我真係估唔到佢哋竟然入到8強喎。做咩啊？做咩你突然間個樣變得咁正經嘅？你呢個樣真係好有型啊！跟住落嚟係主賽圈嘅第一場淘汰賽，首先係米利亞加拿德組合。閃閃亮亮 ，I love 加拿大 ，Twinkle Twinkle Magical Town，Twinkle Twinkle Jewel Land。佢哋嘅對手就係安傑莉娜、雅美莉組合。禮服天使安傑莉娜、格蘭瑪麗、艾魯斯哈拉、朱莉安智莉出場啦！係，請拍手啦！我一定可以贏你㗎！卡特莉娜二家姐嘅仇，就等我嚟幫佢報啦！米莉亞加油啊！記住唔使緊張㗎。佢不嬲都唔知道乜嘢係緊張㗎啦。米莉亞、加拿德，你哋唔好輸俾安傑啊！都叫咗你唔好直接叫佢個名咯，你好冇禮貌啊！Nice catch！ 我肯定安傑莉娜一定會贏，所以我哋一定會用盡全力去支持佢。你哋今次實輸緊都得啦，安傑莉娜加油！好啦，係咁，我哋都唔可以輸俾佢哋噶。俾心機啊，米莉亞！係咁，我哋不如就公布比賽嘅內容啦。比賽內容就係連身裙嘅比試。係咁，即係利用魔法睇下邊個條連身裙整得靚啲，嗰個就贏啦。呢個比賽唔使講，實係我贏啦。係，請拍手啦！呢啲對白應該係我哋講先啱噶。第一個題目係主題係水之連身裙，係水之連身裙。咪講咁多啦，你
水之連身裙，水之連身裙，究竟應該點做好呢？係水啊，水啊，就咁樣啦。好啦，就好似阿明佢哋咁，要以壓倒性嘅氣勢贏啊！首先出場嘅係米莉亞嘅連身裙，加油啊米莉亞，加油啊加拿大！聽球，啦啦啦！米莉亞你好犀利啊，真係好靚啊！原來係咁，用水做條連身裙出嚟。米莉亞，做得好啊，米莉亞！一啲咁嘅貨色咋，冇咩咁犀利啫，係咪啊？係啊，睇嚟佢都唔係安潔莉娜嘅對手嚟。吓，唔係啊嘛？跟住係安潔莉娜嘅連身裙。我好可愛啊！係，請拍手啦！佢嗰條只係普通女僕連身裙，講到裙款啦話，我一定贏緊啊！啊！聽球，仔過嚟啊！唔使驚噶，可以好似平時咁唞氣噶。咁真係佢用魔法將會場變到置身海底咁。佢咁樣做可以將海表現出嚟啊！我仲以為自己會浸親。我唔識游水㗎，唔好嚇親我至得㗎。嗰條魚嘅樣好得意啊！一個水汪汪嘅女仔，討厭啊！耶，好臭怪啊！呢個魔法好犀利啊！好靚啊！好一跳啊！呢個真係非常高級嘅魔法。宣布評判嘅分數同結果。安潔莉娜5分，米莉亞1分。審查委員長到底會支持邊一個呢？審查委員長手上面係有2分㗎。冇錯，係啊，我就係寶石寵物之王啦，我就覺得呢位嘅表現好啲啦。係7對1啊，好嘢啊！第一個題目，水之連身裙，勝出嘅係安潔莉娜。好嘢啊，好嘢啊，贏咗啦，好嘢啊！米莉亞佢哋輸咗，真係可惜啊！只係第一個題目輸咗啫，仲未知最後結果噶。不過佢嘅魔法力量真係唔簡單。冇錯啊，比我哋之前見嘅佢，你真係犀利咗好多啊！仲有幾多個題目啊？仲有一個，將2個分數加埋高分嗰個就會贏噶啦。而家係7對1啦，所以跟住落嚟嘅題目，米莉亞要攞到8分，即係話佢要得到所有評判嘅支持。米莉亞佢會唔會輸噶？跟住嘅題目係要一條適合夜晚着嘅連身裙。夜晚嘅連身裙？夜晚嘅連身裙？呢次比賽嘅結果我已經估到會係點啦。係啊，大家姐。呢個比賽一定係我贏啦。夜之連身裙，夜之連身裙唔可以係一件普通嘅晚裝嚟噶喎。米莉亞，我而家咪喺度諗緊咯，一定要諗到一條最好嘅出嚟啊！大家睇下，米莉亞，好啦，呢條係安潔莉娜嘅連身裙。聽球，行入啲嘢。
成喺海入面，又可以變成夜晚，好犀利啊！米莉亞，用華麗嘅魔法去捉住每個下等人嘅心啊！呢啲係我呢個細妹最拿手嘅魔法，我真係諗唔到佢有咩可能會輸啦！米莉亞，點算好啊？跟住落嚟係米莉亞嘅連身裙。米莉亞，夠鐘噶啦，咁樣會被取消資格噶。我知道啊，我梗係知道啦，我真係諗唔到另一條比佢嗰條更加犀利嘅連身裙啊！我好驚啊，媽媽。米莉亞，你做咩啊？快啲俾大家睇下你條連身裙啦！米莉亞，發生咩事啊？唔通係佢諗唔到應該做一條點樣嘅連身裙出嚟？到底發生咩事啊？你嗰個朋友唔通係諗住？唔通佢諗住要喺榮耀嘅寶石之星大賽棄權啊？點可以咁樣噶？米莉亞，佢一定唔會棄權，一定唔會！米莉亞，加油啊，加油啊！米莉亞，呢把咪係珊瑚把聲嚟嘅？冇錯啊！我哋而家可以做嘅嘢就係幫米莉亞佢打氣啊！冇錯，米莉亞，米莉亞，加油啊！係啦，珊瑚佢哋、阿明佢哋、利昂佢哋、沙羅佢哋，個個都喺度為米莉亞你打氣啊！仲有米莉亞你媽媽。米莉亞，天上嘅月亮係咪好光呢？雖然夜晚好黑，你會覺得好驚，但係因為有月亮嘅照耀，夜晚就會變得好光亮噶啦。你唔好忘記，月亮係會睇住米莉亞你噶。月亮好似媽媽咁樣啊！多謝你啊！仲有星星就係加拿德珊瑚，都係米莉亞嘅朋友嚟噶。媽媽，米莉亞最中意就係月亮同埋星星啊！時間差唔多啦，米莉亞佢棄權嘅話就輸噶啦。咪住先啊！啱啱好講得切啊！係啦，媽媽永遠都好似月亮咁親切照顧住我。我啲朋友，佢哋個個都好似星星咁鼓勵我。睇住嚟啦，大家！閃閃亮亮 ，I love 加拿大 ！Twinkle twinkle magical star，Twinkle twinkle jewel land。Twinkle twinkle la la lula window。米莉亞條連身裙。充滿住光輝啊！我可以出席呢個大賽，都係全靠大家嘅鼓勵咋。因為有你哋喺度，我而家覺得好幸福噶。咩嚟噶？係星星啊！咪住先啊！發生咩事啊？點解會咁樣噶？係好溫暖嘅光嚟啊！我最中意嘅好朋友，咁多位，我真係好多謝你哋啊！係月亮同埋星星啊！好靚啊！果然做得好喎。原來係咁，佢將自己同埋所有人都變成照亮黑夜嘅月亮，同埋閃閃星光。好靚啊！好靚啊！淨係望到呢個情景已經覺得好舒服啦。跟住宣布第二個題目嘅結果。係同分啊！我真係覺得非常之感動啊！用夜之連身裙嚟做比賽嘅題目，一啲都唔覺得黑暗，反而將光表現出嚟啊！米莉啊，我支持你啊！安吉麗娜有7分，米莉亞有9分，反敗為勝啊！今次係米莉亞贏啊！好嘢！
全冇輸到俾你噶。吓？乜嘢話？因為我贏咗你，所以你唔忿氣啊？喺魔法力量呢方面，我一定喺你之上，呢樣嘢係絕對冇錯噶。不過用魔法嚟表達你對所有人嘅心意，呢樣嘢我就從來都冇諗過啦，係咪？係呀。咁你都可以做得到，所以我都會支持你嘅。多謝你啊，安吉麗娜。嗨，請拍手啦！我搞錯咗，係握手啊！好啦，為咗慶祝我哋化敵為友，一齊擺返個 pose 啊！OK， 其實我都想試下咁就好耐嘅啦。既然係咁嘅，我哋一齊擺 pose 啦！我就係 KMB， 我都係 KMB， 完全無缺陷美少女米莉啊！安吉麗娜，嗨，請拍手！空に落書き希望を今いっぱい描こうきっと未来は果てしないよあの空と同じくらいに OK here we go 白い自転車で登った丘の上ぎゅっと背伸びをして遠くを見たあの雲の向こう素敵な何かが明日の私を待ってるね昨日の雨がきっと空をこんなに磨いてくれたよ空に落書き思うままに地図を書いたら君と約束風を切ってもっと行こう太陽がほら呼んでいるよ OK here we go 大家好啊！我係寶石樂園嘅導遊，即斯巴，多啲指教。寶石之星大賽分為初賽同決勝圈兩個部分，選手首先要突破初賽部分。想知道更多寶石寵物知識嘅觀眾，可以去呢度了解多啲嘅。路比嘅占卜術，今日會唔會有好事呢？迪安嘅答案係答 yes 就一定冇錯，好耶！マジカルチョコレートデー、ジュエルランドで女の子が男の子にチョコレートをプレゼントする日だそうだ。よーし、ゆうまくんがあかりちゃんにもっと恋をしちゃうように内緒でチョコレートに魔法をかけちゃえと思ったら大失敗。魔法のチョコレートで大混乱。あかりちゃんの恋が大ピンチ。次回ジュエルペットティンクルラブラブ大作戦でドッキドキ。魔法の時間が始まるよ。ティンクルティンクルジュエルフラッシュ。女の子は誰でも素敵な魔法